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咪啊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套位置好、配套齊、花園大、總價平嘅3房住宅單位啊！89平米，居然可以做到3房2個衛生間啊！朝南向嘅，咁唯一缺點呢，佢就係呢間屋出租過嘅，啲牆俾人搞到污糟晒，唔緊要，重新油一油漆就搞掂晒噶啦！一陣咧會俾你睇下個牆嘅真實情況。21樓嘅高層景觀單位，視野真係好開闊啊！中意呢啲高層景觀嘅朋友咧，一定要過嚟睇下啦！我而家嘅位置咧就係港口1+1超市嘅門口呢度啊！今日要介紹嘅花園住宅咧就係對面富源港景峰呢個單位啊！呢個樓盤2020年6月建成嘅，至今先6年樓齡。咁佢嘅右邊咧，呢個紅綠燈呢個位置咧，就係我哋嘅港口市場啦，即係香山街市啊！咁而家我哋廢話唔多講，即刻俾大家睇下呢度周邊嘅配套同埋環境點樣先。呢個小區絕對係港口核心地段之一，因為佢唔單止靠近萬文匯濕地公園同埋香港直通巴士站，而且佢仲喺1+1超市同埋港口市場隔離。如果係過生活嘅人呢，一定要去呢兩個地方買餸嘅。咁呢個樓盤對於你嚟講呢，就係最中心嘅位置啦。左邊萬文匯同埋巴士站，右邊係本地平價超市同埋市場。無論你係行路或者係踩電動單車都冇問題。咁你就知道點解我話呢個小區好啦。一直都冇拍攝港口1+1超市，今日影俾大家睇下中山本土超市嘅真實物價，你哋睇下平唔平？1+1超市開咗8年㗎啦，一直保持得好新淨，裏面其實好大㗎，一共有4層，一樓主要就係超市，品種超多啊！你想要嘅呢度幾乎都有，而且價錢公道，我會影埋平時大家買餸嘅價錢俾大家去參考一下嘅。住呢邊平時冇事做，真係好多地方可以去行下，萬文匯、保利廣場、兒童公園、上城商圈、濕地公園、1+1等等。夜晚你肚餓仲可以去埋宵夜街，幾十個宵夜品種任你選擇啊！而家俾大家慢慢觀賞下1+1嘅物價先。2樓主要就係做文具、服飾及兒童遊樂設施，3、4樓係餐飲店為主，仲有 KTV 添。我哋而家去睇下富源小區嘅環境，呢個就係富源港景峰嘅正門啦。左邊係地下車庫入口，右邊係人行入口，24小時都有保安值班㗎，實 Q 都比較容易溝通嘅。呢個小區好新淨啊！大型中央公園設計，小區自帶游泳池、籃球場、羽毛球場。呢個小區優勢就係樓間距啦。每個單位嘅樓間距都超闊，大約有200米左右啊，綠化率都好唔錯。2梯4戶嘅設計，每個電梯廳都做咗吊頂，走廊地面、牆面全部都貼晒瓷磚，算好好啦。睇下今日嘅主角，89平米3房2廳2衛戶型，21樓高層景觀啊，朝正南向㗎，一齊出去望下。呢個露台其實足夠嘅，呢個高層景觀掂唔掂啊？左邊萬文匯好近啊，中間呢條路過去就係宵夜街啦，右邊係1+1超市同埋市場。我覺得呢個露台風窗肯定好正，每日坐喺度望住下面嘅人忙忙碌碌，飲翻杯咖啡，感嘆人生如戲啊！睇翻個客廳，89平米做咗3間房2個廁所，已經係好實用嘅戶型啦。呢邊係個餐廳位，隔離就係 L 型嘅廚房，冰箱、櫥櫃同埋廚房3件套都有埋。旁邊就係生活露台啦，呢個露台都幾大喎，洗衣機就擺呢度，咁大晾衫肯定夠啦。我哋再去睇埋生活區，走廊左邊呢就係工位啦，做咗乾濕分離，大細足夠嘅。右邊係客房，呢間房係朝南嘅。如果你買呢度幾間房嘅冷氣，你都唔需要再買啦，清洗一下就可以用到啦。睇埋個細房，細房朝東㗎。主人房係套房嚟㗎，有獨立嘅衛生間，一樣做咗乾濕分離啊。主人房大啲，一樣係朝南嘅。而家呢個單位賣緊一口價，只要68萬。今日呢個89平米嘅3房已經睇完㗎啦。呢種單位你哋中唔中意呢？聯繫阿咪，即刻安排你嚟現場睇樓啊！今日分享到呢度先，多謝晒大家收睇，拜拜。